打倒共产党，打倒中国规则，打倒中国规则。你们说日本人是你们的规则，真正的规则是中国规则。打倒中国共产党。日本人把你们的祖先都抄了给，把你们的爷爷奶奶都强奸了，你给日本人什么都做不了，你这个胆小鬼！你养活要饭的，你是杀老百姓，养活要饭的，就巴基斯坦的那些穷光蛋。那些印度都不敢惹，印度把你们打的都不像样子了，你看。操你妈的！你们现在虽然是人吗？杀老百姓的人是人吗？拿枪的那个习近平，打仗打胜仗，打你妈的屁吧！你这个家伙，你打不了仗。你养活的那些兵都是杂种，俺奶奶的那样子养的呢，你的兵都是。你有本事下来给我谈，有本事给我开枪，有本事给我开枪。你开不了枪，你没那个胆子。你杀平民老百姓可以，你跟我开枪，跟我打。你养活的那些要饭的巴基斯坦人，全是你的巴基斯坦要饭的。